各位觀眾留意以下一個日子同埋時間，咁係咩呢？就係下個星期一，2026年7月27號星期一下晝2點鐘，澳洲東岸時間下晝2點鐘，你哋嘅手機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信號，就會嗶嗶嗶咁樣咧，會響10秒鐘，同埋會顯示一個信息。咁呢個係一個咩信息呢？嗱，呢個咧就係澳洲政府咧提供嘅一個咧就緊急嘅警報通訊系統嚟嘅。咁咧就英文名叫做 AUS Alert，AUSALERT。咁咧就 AUS Alert，咁就係咧係全國性嘅一個嘅緊急通訊嘅方法嚟嘅。只要你嘅手機有上到去網絡嘅話咧，當你需要收到呢啲嘅政府嘅警報信息咧，你個電話無論係震機啊或者係點樣咧，都會收得到嘅。話時話，我想問下呢一個嘅澳洲嘅警報系統咧，係咪第一次出現嘅咧？因為之前我哋咁多年冇試過啦。咁然後下個禮拜就係大規模係全國性咁去做喎。我記得咧，我嚟咗之後咧，好似印象中有一次咧係出現過類似嘅呢一種嘅警報系統嘅，即係亦都係測試嚟嘅，就冇真正出現，即係真係有啲危機出現過。咁咧，我諗呢一個新嘅系統咧，就係一個叫廣播方式啊。咁以前嗰個方式咧，可能就係逐個電話去傳嗰個信息，咁其實咧會令到個網絡咧好擠塞嘅。咁而家呢個新嘅方法咧，就係通過電信公司佢哋嗰個特別嘅 protocol 咧，一個新嘅系統咧，就能夠廣播，即係話唔論咩 number 好，一次過送出嚟，咁你會減低個網絡嘅擠塞，同埋個效率會更加好咁樣。咁當然啦，你每一個新嘅系統出嚟都要測試下啊嘛。咁所以嚟緊27號咧，下晝2點鐘咧，政府就會推出一個測試嘅信息，等大家知道嚟緊咧，如果有警報咧，就會係咁樣樣嘅。係。咁留意喎，而家講緊嗰個下晝2點鐘咧，係東岸嘅時間係咪？譬如話係我哋而家 Queensland 啦，下晝2點鐘啦。咁Victoria 同埋 New South Wales 而家因為係冬令時間啊嘛，咁所以都係同我哋同一個時段啦，都係2點鐘咧就會發放。咁留意下咯，如果 Perth 啊咁嗰啲咧就會減2個鐘咯。係喎。係啊，咁佢哋變咗12點就可能就會出現呢個信息噶咯。係啦，咁留意頭先講咗啦，就係有啲咩會發生，就係10秒鐘嘅 嗶嗶響啦。咁另外就有一個 text message。咁個 message 一直都話俾你聽咧，就係純粹係測試啫，你唔需要做任何嘅行動㗎啦。係啦，嗱，記住你千祈唔好打去政府度問究竟咩事發生啊咁樣。咁似乎咧呢一個嘅宣傳咧，又好似唔係睇得好多喎。即係話唔係話好勁咁樣鋪天蓋地咁宣傳，所以咧有啲朋友可能真係未聽過呢個信息嘅喎，未聽過呢個宣傳。到嗰日咧突然間咧2點鐘突然間嗶嗶響，唔知咩事啊！咁咧就可能會打電話去 Council 啊，打電話去政府去睇下咩事啊咁樣。咁所以咧就而家話俾大家聽，唔使驚住，唔使到時咧就打電話 jam 住咗個政府個電話號碼喎。係，好啦，嗱，咁呢一個其實一個測試系統嘅啫。咁正式咧係出場，即係會用嘅咧，就係10月份喎。以我所知就10月先正式 online 咁樣。係啦，嗱咁樣喎，仲有一啲情況係咧，你嘅電話未必會收到喎。係啊，咁譬如話你部電話係好舊款啦，係啦，舊到點咧？嗱，如果你發現你嘅電話咧，其實仲可以玩到貪食蛇咧，你又真係唔使旨意收到呢個 message 係嘛？即係嗰啲電話應該都用唔到噶啦，因為已經3G 都停晒噶啦。係。咁另外就話應該係2019年之前嘅電話咧，都有機會收唔到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嘅制式嚟嘅。咁就新啲嘅機咧，先至會支持到呢一個嘅廣播制式。係，或者另外仲有就係，如果你當時係熄個機啦。又或者你飛機上面係一個飛行模式，咁你就應該收唔到呢10秒鐘嘅警報測試啦。係啦，但係如果你震機咧，都會收到喎。好啊，嗱，咁我哋就熱切期待住呢一次測試啦，呢10秒鐘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身邊嘅朋友仲未有知道呢個資訊嘅話咧，咁係勞煩你話聲俾佢聽啊。咁但係當然記住啦，係身處澳洲你先至需要去留意呢件事，係咪？冇錯。好啦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性係好嘅話咧，咁你就留言啦，或者係俾個 like 我哋啊，我哋就下條片見啦。好啊，下一集更加精彩。拜拜。